因为我姐你捌煮过，是我捌煮过，啊，若是炖排骨、煮汤嘛是真好食。真好食哦，健康料理。对你应该有伊的营养伫的啦，所以你会选豆梨是上大粒的。是，对因为我就是老大，我上大，啊，所以我就拿皇帝安尼，我讲的准算，这叫做皇帝豆。就 combo，来，咱来看你有，听查某囡仔讲就 combo，就 combo。可以讲一摆啦。哦，不，我后边听我们刚刚就 combo。是张囡仔，是我即马无要问你，来，正的来，正来，正来。正的你捌食过无？有食过，最好食。你来甲我客边啊。因为你客袂赢伊。我输你啊！好来，你捌食过吼？啊，你也有做菜无？会晓啊。是，所以叫你今日选这是你知影这种因为物件。大的拢是叫皇帝啊。大拢叫皇帝啊，系啊。哦，你应该叫皇帝爱啊。食饭皇帝大啊。食饭皇帝大。应该是因为足大粒的。上大粒的豆仔就对啊啦。哦，看无遐尼啊济，迄种遮大粒的豆仔。有影。好，来，哇，大家拢为了煮食。大家拢足够客烧的呢，真正了有大哦。一直拢跟阮行，跟阮行。来，咱来看正确的答案是。